Hello， 大家好啊！話說早前啦，我哋都分享過，就係講2月1號起啦，長者生活津貼、生果金、傷殘津貼、綜援等等嘅公共福利金啦，都會加 2.2% 噶。但大家發現到咗3月都未收到有關嘅調整金額喎。講到頸都唔啱啊！咁尋日終於有消息啦，社署啦就喺3月19號起，陸續就會將增加咗嘅金額發放俾大家噶啦，而亦都會追溯到去今年嘅2月1號噶，即係由2月1號到3月19號中間加幅嘅金額啦，都會轉賬俾大家噶。而之後每個月甚至嚟緊嘅公共福利金派雙糧，都係以呢個最新嘅金額去俾大家噶。至於每樣金額增加咗幾多呢？大家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影片，又或者參考呢個表格噶。